主后2025年3月17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耶稣和啥人食饭？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路加福音》第7章36节到50节。有一个法利赛派的人请耶稣食饭，耶稣就入去迄个法利赛人的厝，坐倒食饭。迄个城内有一个有罪的妇人人，伊知耶稣伫迄个法利赛人的厝伫食饭，就带一罐堆香油的玉盘来。伊徛伫耶稣的后面，挖伊的骹得口，目屎滴淡伊的骹，就用家己的头毛甲拭，搁直直浸伊的骹，用香油甲抹。请耶稣迄个法利赛人一个看到，心内想：这人若是先知，一定会知得甲伊摸的是啥人，是甚物款查某人，因为伊是罪人。耶稣就对伊讲：西门，我有话要甲你讲。西门讲：老师，请讲。耶稣就讲：有两个人对一个债主借钱，一个欠伊500个银仔，还有一个欠伊50。伊无法度通行，债主就撤销因的债。安尼，倒一个会较疼债主？西门应讲：我想是债受撤销较侪迄个。耶稣甲伊讲：你的判断真对。然后耶稣回头妇人人对西门讲：你有看到即个妇人人无？我入你的厝，你无用水互我洗骹，毋过伊用目屎滴淡我的骹，搁用伊的头毛拭。你无甲我浸，毋过我入来了后，伊直直浸我的骹。你无用油抹我的头壳，毋过伊用香油抹我的骹。所以我甲你讲，伊疼较侪，表示伊真侪的罪过已经有得到赦免，得到赦免较少，疼就少。耶稣就甲妇人人讲：你的罪得到赦免啦。全套遐人心内想：这个到底是甚物人？伊竟然赦免人的罪？耶稣甲迄个妇人人讲：你的信心有救你，平安倒去。耶稣和啥人食饭？甲人同桌食饭是一种关系的表现。伫犹太文化中，对甲人同桌食饭也有一套规定。对犹太人来讲，甲无洁净的人食饭，也会互因家己感染着无洁净，所以因袂随便甲因眼中看做无洁净的人同桌。马太福音第9章记载，法利赛人看见耶稣甲冒失的马太斗阵坐倒食饭的时，就问伊的门徒：为甚物恁的老师甲细棍和歹人做伙食饭咧？即次耶稣受邀请到一位法利赛人厝里食饭，有一位妇人人知影耶稣伫遐，就带一罐堆满香油的玉盘来。伊并无伫受邀请的名单内面，为甚物甘愿冒着受骗相的风险，行入一个无欢迎伊的空间咧？伊下棍耶稣的骹口，目屎滴淡耶稣的骹，就用家己的头毛拭落焦，搁用喙连连浸伊的骹，甲香油抹伫耶稣的骹。请耶稣食饭的法利赛人看见，心内想讲：耶稣若真正是先知，应该爱知影下棍伊的妇人人是一个有罪的人。为着安尼，耶稣用一个得到
下面这幕的譬如说明一个真理：伊听较济，表示伊真济的罪过已经有得到赦免，得到赦免较少，听就少。耶稣用的譬如实在非常的好佫贤。经文中的妇人人连名也无，简单用有罪的妇人人称呼。邀请耶稣食饭的法利赛人，不但有名，也有能力接待耶稣，但是两个人接待耶稣的态度甲做法，拄形成强烈的对比。法利赛人洗门，无甲耶稣洗骹，也无用油抹耶稣的头，搁较无用真理来欢迎耶稣。相反的，这位受看做是有罪的妇人人，毋简单用目屎为耶稣洗骹，搁用珍贵的香油抹耶稣的骹，而且不停浸耶稣的骹。故事的最后，这位妇人人的罪受耶稣完全赦免，伊无搁再受称作是有罪的妇人人，伊是一个罪得到赦免、得到救恩，会当享受平安甲自由的人。原本是一位受尽歧视、受看作是不速之客的妇人人，最后却因为耶稣医治甲接纳，成做通甲主同桌斗阵食饭的人。记得有一年的圣诞节，我转去老家甲厝里的人做伙庆祝。到半暝，当我困甲拄好旁边的时，忽然听到有人大力拍门。开门了后，认出伊是家族中一个亲情。当时伊身穿薄衫短裙，水茫茫往阮哭诉。原来伊身无分文，对台北坐计程车转来。当时司机拖伊落车，往伊讨车钱，若无付钱，就要甲伊送去警察局。虽然事发突然，但是阮老爸和姊夫随时摕钱斗相共，甲伊付车资。我也摕外套，互伊穿，会当较烧热，互伊免受风寒。后来全家也为着伊祈祷，求上帝赐伊平安。迄是一个真好的机会，互我经历什么叫做接待。就算是一位无能伤寒的不速之客，也着爱用疼心来对待。默想，面对耶稣无限的疼甲拯救，我着安怎回应？面对耶稣无限的疼甲拯救，我着安怎回应？咱来祈祷，充满赦罪之恩的主，求你帮助我真正体会你完全赦罪的宏恩，互我会当用感恩虔诚的心来回应你，佮用你的疼来接待人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